讲到有耶稣就幸福，有耶稣就幸福。咱请曾牧师。现在大家圣诞恭喜！这礼拜前恁有听到钟声无？咱德堂人真侪人拢咧期待即个钟声。昨暗有真侪咱咧厝边徛伫外口，伊甲我讲牧师过年吼，你着用一个大卡箱啊，甲放伫外口。啊，若来求钟的人，叫伊自动奉献安尼。伊讲吼，安尼一年就平安。恁一定咧好奇今仔日啥物人讲钟对毋对？你敢知今仔啥讲钟？咱教会代表咱教会上届资深的年长的长老，张长老。有人问我讲牧师，啊，我啥物时阵才会当讲钟？我笑笑甲陈牧师讲，若奉献10000块，才互伊去讲钟。啊，10000块伤粗俗啊！啊，因为耶稣基督一定是免钱，免钱免银，所以你慢慢来等，有一日你拢讲会着。小伟总吼，求着迄个钟数，安尼手摇摇，拢足想要甲讲落安尼。我想做个囡仔是挡袂牢，啊，徛伫遐看迄条钟数，想要甲救。昨暗咱的祈祷会，平安夜的祈祷会。咱讲8声，为什么讲8声？因为耶稣讲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。伫圣经中有一个叫做巴胡，对无？这粒钟叫做福音钟声。咱隔壁这个戴先生，伊看到我 po 伫迄个 Facebook 顶的相片，伊想讲，哦，这甲迄个朱航江迄粒大钟变大粒啊！因为我用特写镜头甲伊扭下来，所以一粒钟看起来伫伫相片的中间，这钟足大粒。伊倒来到教会安尼抬头一看，我开只细粒，乌鸡变吉赛，大粒变细粒，钟不在大小，有终吉林呐。钟毋是大小粒的问题，是代表咱的心声，咱的祈祷。对今年开始。咱的礼拜堂有真侪改变，咱的厝边嘛咧问我讲，牧师啊，恁粒钟当时才要讲？伊讲讲钟就爱透早食饭，6点讲钟食早顿，中昼12点讲钟食中昼，啊，延暗6点讲钟食暗顿，啊10点讲钟大家去困。我无，阮的讲钟是礼拜日的讲钟。今仔日的礼拜实在是咱大家的礼拜，对无？伫喜乐的敬拜赞美领诗，后来到咱向日葵学院的即个陶笛，后来到咱主日学的家长甲咱的囡仔，甲咱大合唱。兄弟姊妹，今仔即个礼拜是逐个人的礼拜。感谢上帝赏赐咱教会，犹原是旧教会，但是上帝赏赐咱真侪新的无共款的气氛。愿天要上帝祝福，互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今年的圣诞节，上帝赏赐你一份的新的祝福甲福气，互你用这个祝福过新年，直到你一生的落尾。牧师特别伫这个所在表示心意，为着病痛的惠南兄，伊伫安宁病房最后的时刻。其实惠南兄早就已经准备要见上帝。自从伊领受洗礼了，伊就知影伊的身躯、伊的性命无介久。昨英雄长老铺伊伫安宁病房的相片，互人感觉真毋甘。但是咱的兄弟，伊已经准备好势，伊嘛知影，伊要去天顶见上帝。牧师伫这个圣诞节时，要祝福，如果你心内若有惊吓，如果你生活若拄着重担，无论恁我咱拄着什么，
愿今年的圣诞节，上帝赏赐耶稣所带予世间人一切的祝福，今仔日拢降临伫咱的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今仔日是圣诞节，是全世界拢咧纪念你的祝福、你的疼痛的日子。主耶稣，伫今仔日的礼拜堂，阮做伙主席，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进入阮的家庭，感谢你进入阮的教会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用较薄的心点到蜡条做阮的祈祷，求天顶的上帝大大施恩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到阮一生的落尾，拢有稳定、祝福满满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我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的教会已经足久，足侪人咧期待今年的圣诞节。我嘛要感谢真侪参与伫今年圣诞节准备的人。第一个就是刘玉敏，你看我今日穿了有水无？刘玉敏，黄晨第一个甲你拍扑啊吼！兄弟姊妹，有真侪伫今年的圣诞节着活无用的人，恁的着活代表什么？代表预备一个祝福的礼物送给你身边的人。兄弟姊妹，感谢这些人，有人伫背后甲咱备餐，有人昨暗甲咱准备甜点，有人伫礼拜顶礼拜就开始布置这个礼拜堂，嘛有人洗咱的教会堂啊甲大厅，嘛有真侪人因的着活包这个礼物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是一个要准备一份祝福送予别人的教会。我嘛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会记得圣诞节是一个纪念耶稣的祝福的日子，但是圣诞节嘛是一个分享主耶稣基督的疼的日子。愿咱真侪圣诞节祝福别人的人。足奇怪，今仔透早本入长老娘甲我讲，曾牧师，多谢你写圣诞卡片予我。我讲啊，我都无写予你。伊讲有啊，顶悬写刷你的名。哦，感谢上帝赏赐一个天使，用我的名写张卡片予本入长老娘。我讲你倒去了后，才摕来我看卖，到底是啥物人写的？无论怎样，兄弟姊妹，祝福别人是一个真要紧，咱伫人生中间的工作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不但有真水的礼拜堂，而且咱的礼拜堂有水无？昨暗有来参加祈祷会的人，请举手。差不多一半的人有来参加祈祷会啊。恁的感觉怎么样？有 feel 吗？咱的祈祷会不是有 feel 尔。咱的祈祷会是有上帝、有耶稣、有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对地。今仔日咱的圣经足短，但是上要紧的金句就是这节圣经，兄弟爱家背起来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这是咱信耶稣的人心中深深相信的。所以，咱的教会的讲经，毋是一个仪式。咱咧讲的这个经，就是分享的经，叫做福音的经。福音的经声底大胆，传到天边甲海角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生命就是一粒经，每一粒经讲出无共款的声。咱要甲人讲，今仔日是耶稣的生日，今仔日是耶稣的生日。愿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领受这个祝福。这是今仔日咱伫教会内底，教会送予咱的一个无形的圣诞节礼物。你甲你的身边讲，有耶稣就幸福，好不好？你甲你身边的人讲，有耶稣就幸福。你找无人通握手吗？
兄弟姊妹，你相信有耶稣就幸福吗？你相信这个耶稣已经将伊的祝福带到你的人生吗？愿咱对今仔日到永远，咱的一生无欠亏。愿咱的软弱伫主耶稣的面前的手中得到刚强。兄弟，你愿意你的软弱因为耶稣牵你的手，你就勇敢壮大吗？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祝福放伫咱的中间。耶稣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我是活命的光。”愿咱回应耶稣讲阿们。咱甲主耶稣讲：“主耶稣，你要将这个生命的真光带到我的家庭的内底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的家庭无搁再生活着黑暗的中间。主耶稣，你是世间的光，我要代表你伫弯巧背逆的世代，将生命的真光表明出来。愿主耶稣将这个光放伫你的生命的中间，除去所有黑暗的关系。你要享受平安甲喜乐，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。第二，主耶稣所讲的话是什么？伊讲：“我要互你丰盛的活命。”阿们嘛。咱甲主耶稣讲：“主，我伸出双手，我领受今年圣诞节的礼物。主耶稣，求你将你家己所享受，你丰盛的活命放伫我的家庭的内底。”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丰盛的活命，伫今年的圣诞节享受互你。在座的朋友，特别你若甲你的亲人做伙来做礼拜，愿上帝将这个生命的祝福享受互你。无论你是基督徒，毋是基督徒，因为主耶稣的祝福，毋是干那单单予基督徒，主耶稣的祝福是予世间所有的人。愿主耶稣将这个丰盛的活命放伫你的人生，直到你一生要结束的时，你讲感谢上帝，我的生命没有遗憾。这你愿意安尼吗？你愿意到你人生的尽头的时讲，人生实在好，我的人生无遗憾，因为耶稣伫某一日、某一年、某一日，伊将丰盛的活命应允予我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我的人生就进入一个丰盛富足、无欠亏的活命中。主耶稣讲什么？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活命。”少年人上惊就是找无路，没有方向感。咱俗语叫做路痴啦。有 GPS 嘛会迷路的人，足严重的。愿天父上帝将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放伫咱的这青年人的囡仔，互因一生行伫上帝的道路，到一生的路尾嘛无歪错。兄弟姊妹，为你的囡仔祈祷。人一生中间上幸福，就是对细汉，伊就决志找到一条路，讲这是我一生所要行的路，然后一生从来没有换过跑道，对少年尽力。行一条满足，伊个会通，互伊感觉骄傲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将耶稣基督所享受世间人这条活命的路、真理的路，是主所享受平安的路，享受互咱伫今年的圣诞节。也这伸手来领受，伸手来领受，因为主耶稣讲：“求就互你。”吹就拄着，拍门就要甲你开。我咱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今仔日的圣经以赛亚第9章第6节、第7节，伫即个内底咧讲起上帝通过一个婴仔，这是3500年前，3500年前，差不多3000年前，伫以赛亚书内底所写的。上帝应允，伊要互伊的救世主来到这个世间，伊要将一切祝福带互咱。诗篇84篇第11节，伊讲上帝所享受的恩惠阳光，
上帝袂捌留落一项好物，无赏赐予心内正直的人。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将来无保留伊的祝福，上帝将伊完全的祝福要赏赐予咱在座。愿所有的亲人、朋友、兄弟姊妹，上帝今仔日将无保留的疼、无保留的祝福赏赐予恁。我靠上帝的人，真正有福气。上帝要成就这项真水的事。今仔圣经最后一句讲：上帝伊的期待，上帝的热心，意思是上帝心内最大的期待，就是要成就伊的祝福，伫世间将伊的疼赏赐予咱。耶稣为着咱出世，圣经讲，耶稣来到世间要做奇妙的魔术，伊就是全能的上帝，伊就是永远伫地，无起头无煞尾，早伫地，今仔日伫地，直到永远。伊是带来平安的君王，所以伫这个中间有讲到4项的祝福。第一项，这个主耶稣要伫你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主耶稣要伫咱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伊要甲咱讲，往东，往西，往正边，往倒边。主耶稣讲，起来，向前行。奇妙的魔术意思就是，当咱咧找生命的答案的时，伊要做咱的军师，要做咱的老师。伊是全能的上帝，伊要伫逐项事顶悬加添咱开拓。所以圣经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伊是永远伫地的上帝，伊是带来和平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将和平赏赐予你的家庭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今仔圣经第7节的尾啊，伊讲对答直到永永远远。愿天父上帝对天人将伊的福气赏赐予恁。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！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伫圣诞节的时，阮奉你的名来祝福阮的朋友、阮的亲人，最近呢所受邀请来伫阮的教会贵宾，愿你拢深深祝福因，互因身躯有健康，互因心中有喜乐，互因的灵魂有平安，互因的工作甲生活充满上帝你的权能。咱为着这些少年囡仔来祈祷，求你做因奇妙的魔术，伫人生的道路顶悬做因的老师，开因的目睭，赏赐因智慧，互因伫人生的道路顶悬做正确的选择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已经点伫阮的家庭的内底，对过去、今仔日到将来，主要祝福阮德堂这个社区，互这个社区充满上帝你的恩惠，祝福这个世代，互每一个伫黑暗中流目屎吐气的人，因得到帮助。主耶稣，因为你有讲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保障。主将丰盛富足的画面赏赐予每一个心内颂扬的人。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